我们一样换旗子。我来机长，然后人工也够。对他看好。地球。你看，今天正好讲到工业这相关的地球仪。后来工业，我今回到我过夜，到乡下学校看那个地球仪的。局长到工业所告诉一个局长到那个乡下的学校，看到那个低年级的小朋友在玩那个深夜地球仪，有一个干嘛一个好资源。低年级的小朋友一个小朋友说，小朋友，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地球为什么歪歪的？不问还好一问那小朋友哭出来了。这个不是我弄歪的弄起来，局长讲带2尊半大人欺负小孩。对吧？这老师怎么搞的？光拿地球仪给小朋友玩，也不教小朋友地球仪是怎么样，就把小朋友带去他们老师那边。老师我问你们小朋友说地球仪为什么歪的？他哭着跟我说不是他弄歪的。他不是白。老师吓一跳老师说，报主姐，我们是乡下学校，我们小孩后面要全补习。所以比较笨，可是我们的小孩很诚实，他说不是他弄歪的，就一定不是他弄歪的。重点一定要相信。是本来就歪的。这个局长讲不怪人家呢。传水好地方。校长，我问你的学生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？他哭了说不是他弄歪的。我拿去问老师说，学生说地球仪不是他弄歪，老师说学生很诚实，说不是他弄歪就不是他弄歪。这校长一听吓一跳，马上立正站报告局长，这不是我们学校的问题，实在是学校经费不足，只能买得起歪歪的地球仪。如果上级编给我们足够的经费，我保证都不会买这种瑕疵品。下次我一定都采购瓷的地球仪。问题来了，本地公地球仪为什么歪歪的？你当然不会哭出来问题是你怎么回答？地球法就写的写的地球。对，地球仪是在表示地球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就回答地球本来是歪的嘛。来我耍来这个问题，太空中和上下左右，你凭什么讲地球是歪的？你知道我们地球的上下，你有感觉地球感觉说奇怪无？咱大只的人头是顶悬，当只的人就倒掉。你难起我脑充血刚没？你去南极不就倒掉，不就脑充血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为什么不会？地心引力。因为地心引力。我们的上下怎么来的上下怎么来的？我们怎么说你猜磁场。我们怎么定义下面地心引力上下。都简单你三个物件，你放手一个落落那个就是下。原来如此。来为什么它也落落？因为有地球地球什么？有引力地心引力嘛，地心引力在哪里？往下它为什么往上往中心。没有上也没有下往地心地心引力有往地心对所以你比南极下的人，你的地心引力中间。往地心所以它的下是这样子你这边的下是这样子
对吧？所以他看你，你看他才颠倒，他看你才颠倒嘞。你说他脑充血，他觉得你们北半球才脑充血，说我脑充血，还答我。其实我有脑充血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太空中又没有地心，它列上下左右没有要定义啊？上下左右，由左而右，由右而左。啊，它可以有上下。这个老问题，你讲地球歪，你要讲歪一定有比，你们会去台东看过一个叫做水往上流？哦，那个哦，你是说喷泉吗？不是啊，不是水沟，路边的那个水水沟，沟，然后你觉得那个水是往上流的？不是。你知道那个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看来讲啊，无去看旁边的原理是啥？白看了。讲小时候谁会注意那种东西？哦，小时候无二轨理化哦。啊，无即摆二轨啊，即摆二轨你想着你早看，你应该是想讲，会当改水啊，跟解释了啊。为什么会违反那个重力，水会往上流？这是一错觉啊，会错觉，然后错觉，它那个路不是平，可是它的倾斜不大啊。我们这样把它画好了，它水沟这样，我画的比较夸张一点。然后它的路，我用白色的，它的马路是这样，这条是路，它这里这是水，水还是往下流。可是当你把路当作水平线的时候，你把这条路当作水平线的时候，这水就变成往上。好，当然我尾单夸张列楼哪在倾斜，你得当动这里水平线。来，你看那边的没有画那么倾斜。我如果照那个画，你看起来好像都是平，而且它有差一点点，但它差的不大，所以就会让你产生错觉。好，产生水往上流过。好，咱今日讲的重点，地球。甲什么地形节？啊？甲一个相关的跟我们地球最重要的、最有关系的是什么？太阳。太阳，对啊。哦，是啊。咖喱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讲对，你还很惊喜的。跟太阳里面上下左右啊。你会记我跟你讲过，你叫啥？天王星，天王星的环几乎呈垂直的，是安怎？因为天王星就是躺着转，所以今日天王星，你若有天王星仪，伊个毋是倾斜安尼尔，伊个毋是歪安尼尔。伊会规个几乎90度哦，安尼说，所以你就知道它歪是跟什么比？也不能说太阳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平面，好，地球绕太阳公转平面，好，安尼看无？安尼就来问题，你生地球仪，问你地球为什么歪的？你会甲讲？不是我用歪的。不一定要做好定嘞，另外地球哥也要听老师啊，刚刚讲诶，不要买到瑕疵品。咱今日讲，day and night and four seasons， 昼夜甲四季。咱地球会使是昼夜甲四季，就是因为地球自转
跟公转的结果。好，它自己会转，它也会绕太阳转。好，它自己会转，它也会绕太阳转。感恩情况，依照我上写跟你们讲过的哥白尼的构筑，哥白尼春宫那时候哥白尼之前就觉得，反正我地球是中心嘛，大家都绕着我转嘛，我们是神之子嘛，上帝创造我们嘛，所以宇宙万物日月星辰都绕着我们旋转啊，我们咱就是神的神选之子，咱就是宇宙的中心。阿巴哥白尼干嘛？你观测的结果不是安尼，不是安尼，所以他就提出了，好，他在几年提出？各位也提出天体运行说，交通工艺比亚东西那公告不对不对？啊，1543年提出来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发现，因为地球这样转，因为地球这样转，它绕着一个自转轴这样转，按你说，所以产生昼夜交替。日月星辰都东升西降，你若我为北极来看，它是逆时针转，这是 North Pole 北极。你若为侧面看，为侧面看，它是安怎说？由哪边向哪边？我们太阳是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所以安怎说？由哪边向哪边？这一场是切化工二轨，阿用平传给自然老师的，由西向东转。所以你看想啊，元旦。你在台湾过新年，你要看到，今年是2023年，你啊过无偌久，咱就要看到2024年的第一道曙光，你要一堆看，咱拢一堆看第一道曙光，台湾的哪里？东边还是西边？可以发太阳从东边出来啊，所以当然从东边看到第一道曙光啊。所以咱东边，咱的时间因为东边一直行过来，一直行过来。好，所以，这是地理二轨吧？国际换日线，国际换日线对。太平洋上面的。太平洋上面有一条国际换日线，你也会去飞去，会减一飞过来加一日，那一条国际换日线，会有两边，有一个做趣味哦，你知道太平洋上做最，虽然它是整个大洋，但是宾馆做最岛国国际换日线正好，国际换日线不是直的哦。为什么国际换日线它正好划过一个岛国？那个国家的关系啊，明明一个小岛，东半部少一天，西半部多一天，这样怎么过日子？所以国际换日线到那边拐一个弯，把全岛就当做同一天，因为它正好，而且那个岛小小一个岛，跟我国际换日线切一半，按伊的腰都赤道切一半。伊的北边是北半球，南边是南半球，东边是国际换日线，少一天多一天，一个岛正好，我忘记那个岛叫什么名字，我带你查好了。所以这条国际换日线，你按那射过来，你按射过来，所以我每天星星、月亮、太阳都是由东方升起，西方落下，因为我们地球自西向东转。这句话讲对，全部的日月星辰都是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。这句话，这句话
是不是完全正确？听不听？听不听？告我们第二。嘿，这是答题技巧哦。量化的选择题问说，所有的什么什么都是什么什么的时候，所有都是错，通常都不对。通常都是错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找到一个反正反例，它就错了，几率很大。你不要小看这个哦，我大学联考的时候，有一条，我一个多重选择题哦，5个答案下列何者为对，然后 A、B、C、D 5个选项，我5个都不知道确实答案，5个都猜，就5个都猜对，我最好的朋友5个都猜错，我们光这一题至少差了5分以上。大学联考都差5分，大学联考差5分可以飞过几个志愿，知道吗？你还拿到有A、B、C、D 5个选项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猜谁对谁错？我里面选项的内容我都不会，我用什么猜？我用里面的字数多少来猜？好。刚刚问题，然后投票一下，你觉得看国力的举手，公司看国力，你觉得看阴历看农历的，其他什么？跟月亮有关的。看阴历，跟太阳有关的看阳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冬至跟什么有关？月亮。我有画月亮出来嘛？我现在要讲冬至，我画月亮出来。当时。来，冬至是阳光直射南回归线的那一天，所以跟谁有关？跟太阳有关。所以冬至是看阳。但是冬至有没有都是同一天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它有时候21，有时候22，有时候23，因为阳光直射南回归线那一天，有时候会落在21，有时候落在22，有时候落在23。但是，这3天走袂去。你若是阴历，你袂干这3天走啦。你阴历，你看像讲啥物？咱有啥物节日看阴历的？中秋节了不？中秋节上标准的啊，中秋节看月亮啊，8月15啊，中秋啊，阴历8月15嘛，是不安尼？中秋节有没有像这样固定在阳历的某个2、3天？没有嘛，跑来跑去嘛，每次都跳得老远嘛，对不？春节有没有？春节会不会跳来跳去？对不？春节咱有人写放我寒假拄开始个春节，有人写寒假搁要过了，还在过春节，对不？你若看阴历的一定跳出远的，但是你若看阳历的一定是像冬至，它虽然没有固定某一天，来，咱来看，来我做问你一个问题，来注意啊。夏天的时候，太阳离我们比较近，还是冬天？夏天。来，再来投票。你觉得夏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，还是冬天？冬天。来，一定要投，乱猜也要投，不要墙头草哦，也不要2个都举哦。来，咱来投票。咱投票的目的，看我们民主能不能选出真理来，好不好？
大概率没办法。啊，我讲一冬天，我们的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，还是现在冬天那种冬天来说，我看一下，现在冬天哦，现在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，还是夏天？你觉得夏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举手。夏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。好，你觉得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近的，举手。不知道。肯定啊，其他呀，一样近的举手。你觉得都一样？投票真的有真理哦。但是，我俩本工，通常我问说，你们为什么会觉得冬天离我们比较近？他就说，只有这样你才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啊。如果冬天离我们比较远的话，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啊，是不是这个心理？这就是做题目的心理嘛。叫你慎重的问我们这个问题，一定是怎么样？一定跟我的直觉猜相反就对了嘛。我的直觉冬天一定较远啊，但是你安尼问，那算讲安尼你一定袂问的，你一定不会问的。你会这样问哦，一定是倒反过来，你还安尼问，问唔对，问唔对。你要知一件代志诶，咱的冬天是南半球的夏天呢。你若用这来算讲，冬天太阳离我们比较远，照了你的，今摆是南半球的夏天呢。地球会分两半，你冬天的时候飞这一半球飞到离它比较近，它离它比较远。我们会有春夏秋冬，是因为太阳的直射跟斜射啦。来看。来，看我方向。这阳光直射对，北啊南。阳光直射北半球对吧？所以北半球的夏天对吧？但是以及南半球的冬天，因为阳光斜射，这时阵阳光直射南半球，所以北半球冬天，南半球夏天。伊是安尼说，所以呢，夏天了加秋天、冬天、春天。这里我用北半球，我写用北半球。这个我下次，这里春分、秋分，加冬至，咱台语讲冬节。咱台语讲冬节、冬节、冬至。阳光直射南回归线，安尼，写一个。阳光是椭圆呢，咱夏至的时阵，阳光在椭圆的这一个点上，所以伊离咱较远。来，所以咱讲南半球较衰，我之前问过，南极、北极都很冷，谁比较冷？北极、南极要比北极冷多了，都很冷。你去亚拢会寒死啦，但你若去了掠去北极也热死啊，你若北极用掠去南极也寒死啊，因为差多多，想要差多多，这什么？除了大陆南极有陆地之外，南半球比我们倒霉的是，他们在阳光直射的夏天，阳光还离他们比较近。远跟近虽然不是主要原因，但是因为也好个，因为那有好个，就是雪上加霜，火上加油。所以，因的夏天被太阳火上加油，因的冬天被太阳雪上加霜。所以南半球的冬天会比咱较寒，南半球的夏天会比咱较热。安尼知无？
所以夏天一定太阳离我们较远。可按个公平昼长夜短，啥来昼长夜短？来，我另外画这个图。你讲啊，你过北海道几个？无咧，啊，无咧，无哦。对啊，我来讲，你若去参加北海道的旅游吼，食了有够好的。三顿挂一只顿，餐餐饱费。食到尾啊，你会惊哦！我食到尾啊时阵吼，你连看连肉拢无想要食，虽然肉都说要，肉都不想吃了。你从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然后1天、2天、3天，全部都是这样子，吃到饱，吃到后来看到肉就不想吃了。啊，来你来去东京吼，食较歹的，我的旅行团东京，餐餐中华料理。又不怎么好的中华料理，啊，来，我去北海道的时阵吼，我是暑假节，我暑假去北海道的时阵，我迄个导游安讲，晚上睡觉窗帘要拉好，是安怎？伊讲订回一个旅行团来，看着天光啊，中午要食早顿，看着无开，看表啊。暗时3点多，晚上3点多太阳出来了，太阳8、9点才下山，到晚上凌晨3、4点爬起来。来，想到安尼，来看夏天的日子吼。地球自转轴安尼，阳光的照射方向安尼管，所以它的昼夜的面在这边，赤道在这里，好，赤道在这里，所以看哦，我们北回归线在这里啊，它到这边是6点，自西向东转。凌晨6点，可是他到这边的时候，已经看到太阳。安尼报无？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增加的太阳早起的时间。背面一样，太阳会晚下山，所以长的这一段，所以看哦。赤道加刚有昼长夜短的问题。你若讲你赤道，你若赤道的小朋友讲有昼长夜短，赤道的小朋友给你黑人问号脸，哎，他们本来就是赤道黑人比较多，好，所以给你黑人问号脸是很正常。赤道的学生，赤道的小孩子，1年365天，每天太阳准时6点升起。6点落下，傍晚6点落下，没有一天例外。所以你把赤道的阳光，上面昼长夜短，昼短夜长，他不知道。但是这是北极圈，你看哦，夏天的时阵，北极圈内底，它有没有机会转到黑夜那边？所以它是叫永昼永夜。太阳1天24小时都在天空，可是它是沿着地平线这样绕。你1天24小时看到太阳，它正好24小时绕一圈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会绕半年。半年后落山，抱歉，半年不上来，所以这个永昼永夜。咱总结，你的纬度越高，昼夜长短的差距就愈大，啊，就愈明显，啊，越明显。我们很快，这礼拜5是冬至嘛，
吃营养嘛，咱们在吃营养，所以这礼拜五你可以经历太阳最晚爬起来，最早下山，当冬至过了后，就是安怎？真的哦。开始，对，反转，开始反转啊！咱看195页吼，你若伫地球上看，你会看到太阳直射、斜射。来，咱只要看课本这个图，我无画啊。课本这个图，春分、秋分的时阵吼，你若按北回归线看吼，伊是正东升起，然后呢，正午的时候会到正上方偏大概23.5度，然后再正西落下。夏至的时候，太阳会在东偏北升起，然后呢，当天阳光会在正上方，所以北回归线你夏至一刚好，你来立竿影，它是看不见，因为正上方。安南外的西偏北，冬至日出东偏南，然后到天角的时候，大概23.5乘以2，差不多45度了哈。你看冬至那天正午12点跨太阳，也大概在倾斜角45度，然后落下就是西偏北。这是咱的天照图哈。今仔日你赤道这3个圈圈它就会站直。你南回归线往南回归线，你这3个就会往北偏，好，往北偏。所以这3个图是按北回归线的天顶图认为。好，咱总结，地球自转是什么造成？不，我说错了，昼夜是什么造成？应该这样问，昼夜造成什么？昼夜是地球自转造成的。来，那世纪是什么造成？100年。地球公转，还有一个自转轴倾斜。好，这2个原因造成。那你要帮他讲。